4月7日，上週五，現貨黃金價格下跌逾75美元，收盤大幅下挫。金價創下接近3170美元的歷史新高後大幅下跌。短期內，黃金的波動可能會保持高位。技術前景顯示，最近的下跌之後，市場將出現看跌趨勢。現貨黃金週五收盤下跌75.68美元，跌幅2.44%，報3038.34美元。中國上週五宣布對美國新關稅的回應措施，金融市場普遍下跌。隨着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關稅和通脹問題言論，打擊美聯儲近期減息的希望。上週五金價的跌勢加劇。本週投資者將繼續關注與關稅相關的頭條新聞，並密切關注美國的通脹數據。美聯儲將於本週三公布3月份政策會議紀要。週四，美國勞工統計局將公布3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數據。投資者預計美聯儲5月份減息25個基點的可能性接近40%。黃金技術分析，黃金日線圖顯示，相對強弱指數 RSI 從週四觸及的近80回落向50，暗示金價最近的跌勢不僅僅是技術回落。金價關鍵水平是3030美元，這是上升通道的下限和20日簡單移動平均線 SMA 匯合之處。一旦金價再次跌破該位，並且該水平被確認為阻力位，3000美元心理水平可能被視為下一個支撐位。接下來是2940美元50日移動均線和2900美元。上行方面，金價首個阻力在3100美元上升通道的終點，假如突破該位，金價接下來的障礙在3135美元和3167到3170美元歷史高點，上升通道的上限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